住伫台北市中庆北路3段的住户出面来投诉，讲正惊家己嘛会甲大地价民众同款，厝的房会拆落。住户是质疑着建商施工途经拆厝，损害着因房屋的结构，地层嘛拆落，有真侪户即摆大门拢关袂起来。受损害的住户甲工地来反映，煞互因呛讲规气做伙来途经，这种的态度互因是真气愤。甲台北市政府来တင်情，已经定情超过1年半，到即卖市长拢已经换人了，问题也是无解决。重庆北路3段这巷子里头的居民，大家都活得忧心忡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处工地疑似是因为拆都跟老房子的时候，让整个地质下陷，所以结构都出现了问题。你看这边这个铁孔盖，它整个已经歪斜陷下去，往左边倾斜。然后呢，这根柱子。最重要屋子支撑的梁柱，它本来标准是不能超过100%，现在是83%，严重的倾斜。更惨的是，这户人家他们的门，我们看这个门一边能开，另外一边呢，因为整个地层下陷，门卡住了，开都开不了。这个陷下去之后，这个卡住了，它很多户的门都有变成有压力。对。地厝厝建起厝内天棚比一寸一寸，敢若是拆途经老厝，互地层规搭对。大门口头前顶仔卡地坪规灰正面起起，当地民众讲9里大地震摇甲真大力，就抑个好好无事。建商拆一个老厝，别人家壁倒煞比甲真大船。这一条巷内18户透天厝，想要继续大落，拢老实。就是包含921大地震最强的时候，我们房子里面，那房子从来没事。他那时候跟他喊，他们夫妻从窗口跟他喊，他说：“恁什么时候跳跳？”像工地正对面的这个民宅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墙，它已经龟裂变形，然后整个向外凸出来，因为它整个地质结构都改变了。民众都表示呢，他们也跟台北市的建管处陈情，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建商具体的回应，要如何改善，只是说拿一点胶把这个墙壁的裂缝涂一涂，这样敷衍了事，他们是不能接受的。壁道比袂开，建商用水力孔给连起来，门拍袂开，建商就用电机给锯开。民众讲，甲建管处တင်情，为瓜子户到即马改点换代，嘛是无人出面互因一个交代。建商和师傅拢真无奈，嘛唔知影敢是因掠出来，互民众拢无法度接受。平平安安住一家子，虽因为建商动工，互因的厝拢害起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